روسیه‌اند و اون لول بگی هسته‌ایشو بده به ایران یا هسته‌ای它那个楼中间修了那个，看到？这儿。这前面是科威，就是我们住的这个位置，从这儿也可以走。我看一下啊。住在办公的，办公方面的。哎，在这儿买吗？
这女娃脚头50。2个 QV1 和 QV2，这一栋楼是 QV1吧？高。几点钟？4点半。再转一下吧。你这个位置很好，就是帮别克风单独放到一边儿嘛，收音嘛。你把热血接上一个接收器，非常简单，好用啊，非常好用。配音太麻烦了，你只需要记到，每次结束在9点钟左右，你就下去。这个上场的时候，你只找把别克风收了就可以了。看我这边大太阳，在这边大太阳，在全部是这是唐人街的吧？搞忘了唐人街。这个全是吃的，我找那个房地产中介都找不到。不是找不到，是有时间找，根本就没有遇到。不找的话，一会儿到真是。12点，下午是1点到，在2点。711，这是唐人街，这边也是，这条路也是。墨尔本唐人街，我之前在这儿买的那个手机电脑，这边这个地方走过，我走一下这边还没走过，这边还转一下。给我金华商城，
香甜小。哎，이런 느낌이죠. 시간이잖아. 짬뽕 배 부산의 정화장.3197平米，商业。红建国，呵呵，我以为是。Oh my god！主干道那边。这边墨尔本中央商场，哎，等会儿我去买点那个。
个是每天都要整过一次。เขาจ่ายถ้าเลทถึงก็ถือว่าจ่าย 공성끼리. 일단 가서 그거 가서 今天上午好像有那个游行，在图书馆那边。